之後就去到 Part B 嘅部分啦，咁我哋就要 integrate x 加2乘以 e 嘅 x 二次加 4x 加3 with respect to x 啦，咁啊 interval 咧就會由-1去到0嘅。咁啊，我哋就可以先 differentiate x 二次加 4x 加3先，咁啊將個 integrations 嘅 subject 咧，咁啊 with respect to 呢個 x 二次加 4x 加3。咁當我哋去 differentiate x 二次加 4x 加3，咁啊 with respect to x 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會出 2x 加4。咁啊將2呢個 common factor 抽出嚟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寫翻做x 加2啦，咁啊 dx，咁我哋就可以將佢變翻做1/2，咁啊 with respect to x 二次加 4x 再加3啦。咁所以再根據翻 Part B 嘅題目，我哋就可以將 x 加2 dx 咧，咁啊將個 subject 變翻做1/2 d x 二次加 4x 加3。咁所以 Part B 嘅部分咧，我哋就可以將佢寫翻做1/2 integrate 由-1去到0啦，e 嘅 x 二次加 4x 再加3，咁啊 with respect to x 二次加 4x 再加3。咁啊 E 嘅 power 啦，同埋而家 integrations 嘅主項咧，咁啊對等啦，咁我哋就可以 integrate 咁啊出翻自己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得出1/2 E 嘅 x 二次加 4x 加3，咁啊 with 個 interval -1去到0，咁我哋就會有1/2乘以 E 嘅0加0再加3啦，即係 E 嘅3次啦，再減 E 嘅1減4再加3，咁所以得出就會係1/2 E 嘅3次減1減4再加3啦，就會係0啦，E 嘅0次，所以最終就會係1/2 E 嘅3次減1/2，咁啊完成 Part B 嘅部分。